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日日創事讚美主，萬心喜樂平安。今日嘅經文係詩篇149篇第1節，你們要讚美耶和華，向耶和華唱新歌，在聖民的會中讚美他。小故事就講到，在每個堪薩斯州嘅河邊教會，曾經有一對90人嘅詩班，主日嘅時候照樣着金藍色袍獻詩，唯一唔同嘅地方係佢哋唔唱，原來佢哋都係聾啞嘅，所以係用手語來唱詩。而且已經唱開20年，佢哋嘅智慧美麗太太並唔係聾啞，但係佢年輕嘅時候就學曉手語，也願意接觸呢隻工作來侍奉神。禮拜開始之後，從宣召到祝福，美麗太太就用手語將每一項嘅節目內容翻譯並夾嘅詩班，還要坐在前面30多位聾啞嘅弟兄姊妹看。有時候，一對無聲嘅詩班為了讓起一對正常嘅詩班聯合獻詩，一對用手語唱，讓起一對用口唱，真嘅係口唱心和，榮耀主名。雖然係殘障，也唔能夠攔阻佢哋向耶和華歡呼。台下嘅會眾從佢哋所比嘅笑聲、流喜樂嘅面貌，都感受到好像聽到佢哋美妙嘅歌聲。我哋一齊來默想，讚美就好像一把兩邊都好利嘅刀，意思係講，我哋順境嘅時候能夠感謝讚美神，逆境嘅時候同樣也能夠感謝讚美神。唱讚美詩也係敵勝撒旦老除去欺怕嘅武器。常常口唱新歌，生活也必然會流露喜樂老平安。我哋一齊來禱告，我哋天上嘅父神，我哋愛唱詩讚美你，感謝你賜俾我哋很多詩人所寫嘅美妙詩歌，讓我哋接觸詩歌，獻上我哋嘅敬拜和讚美。詩歌也在我哋嘅心中，變我哋喜樂和平安，更新我哋嘅心靈。也變我哋勇氣和安慰，我哋愛時時稱頌你，讚美你嘅話，必定常常在我哋嘅口中，從今時到永遠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們。